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一起轻颂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请听上帝的话语，在诗篇68篇34到35节。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圣灵降临的第7个主日。主啊，求你施恩怜悯，应允你子民的祈求，让我们知道何为当行之事，并得恩典的力量，忠实的履行。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整个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与我们同在。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变局当中，以及疫情当中，保守我们教会的会友生活一切平安，并且有主的看顾，让我们教会能够重新得力。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我们用诗歌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诗歌是在新灵粮诗选第15首，荣耀你圣名。我们唱1、3节。主圣我们唱第3节。阿们，请坐下。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85篇1到13章。来，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撑在太阳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站立，荣耀颂。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85篇1到13节，由我来诵读。每一个章节的上半节、下半章节由弟兄姐妹一起回应。诗篇85篇1到13节，耶和华呀，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诚实从地而生。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我们一起来为下面的事情祷告。首先为北非的国家阿尔及利亚来祷告，求主让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的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的信仰而祷告。第二，我们来为台湾的卫理公会南教区教会祷告，特别是永康的卫理堂石正玉牧师，为这个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同时，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长官祷告，求主赐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也为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最后，我们为台湾第一线的防疫工作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主祷文在周报封底都有。主祷文，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阿们。今天的经课呢，在合一2至10节，以及西2的6至15节，我们恭请苏秉成弟兄来为我们攻读。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何西阿书1章2至10节。何西阿书1章2至10节。第2节起，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灭。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的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和马兵得救。”歌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上帝。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临，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以上是第一经课。本周第2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哥罗西书2章6至15节。哥罗西书2章6至15节。第6节起，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的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抱着基督乃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上帝的功用。你们从前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利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由我来诵读。
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请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以下时间，我们要邀请牧恩之家的陈虔诚陈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那牧恩之家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啦，那在1991年的时候，是基督教的信义会芬兰差会，因为获悉台湾有严重的这种药物的泛滥的情形，于是呢就差派纪伯武宣教士夫妇2个人从北欧的芬兰来到台湾，积极推动筹备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福音戒毒的事工。那现在牧恩之家呢，他们大概有收容3种对象，一个就是毒瘾的，然后有酒精的，那同时也有一些是精神方面的。我们可以了解这样子的事工是非常的辛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陈牧师。今天的正道主题是：你相信吗？陈牧师，请。牧师，还有我们同工，还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诗慧刚刚已经帮我们介绍了一个前面的部分那的确在这个酒瘾还有毒瘾戒毒上面这样的工作，其实它真正的难度是它复发率很高那就是因为像酒瘾它可能随手可得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毒瘾它要遮遮掩掩那以及它现在的毒品是一个综合型的它把它做的很像我们一般看起来像咖啡包像这糖果强害我们的下一代以及说让人失去戒心。那感谢神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跟教会要连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来到牧恩的弟兄，那都是在这里
来认识神，认识主耶稣，然后也认识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不再用过去的那样的方式。那也就我们在一个用这样的一个社区居住一起居住就是生命成长团体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改变。那特别是说我们每一天都安排这个读经祷告，以及我们有这样的信仰的课程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弟兄来看见信仰看见这个才是我们生命的要走的路。那所以呢我们除了每一天这些信仰的课程之外呢，也安排我们有这个工作工作时间。我们今天有带一些作品来就是我们的皮雕作品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食品我们也做辣椒酱这个辣椒酱特别是有人无辣不成欢不欢就是在饮食当中。那所以呢还有我们的出版品特别是我们也有养鸡所以呢牧恩农场的鸡常常是供不应求那这些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弟兄在工作当中享受圣经告诉我们亲手劳力做正经事。那这是我们在这当中也体会这个我们在这里生命改变的过程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意义。那感谢神。那我们其实最近这2年虽然疫情当中，但是神仍然保守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最近这1-2年，我们推动这新的事工特别是跟我们的弟兄的家人是有关系的。我们就推动这个家属团契希望可以透过关心弟兄生命的改变，然后家人他们也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也推动这个家属辅助的这个团契那以及我们也训练同工我们其实在早期呢就有做过短期的训练，现在我们做一个就是一个像小型神学院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带领我们弟兄。所以弟兄他除了戒治完之后呢他们可以继续留下来接受装备。那除了职场训练之外，我们他们也可能可以留下来来成为我们的同工，成为陪伴人陪伴者。也感谢神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一群弟兄，其实他们就是我们在受训的弟兄绝大部分都是还有1-2个在预备要进入那我们感谢神，因为生命的改变需要时间，需要神在其中来带领。那我们要请我们弟兄来先来分享诗歌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诗歌叫做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在约翰福音里头第10章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好感谢神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当中的弟兄苏建平弟兄，他来分享他生命的见证。我们弟兄先回座。牧师、传道以及在场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大家好，我叫做苏建平，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在这个礼拜堂上敬拜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基督。然后更加很荣幸代表牧恩之家的一员来这边见证上主的大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你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信念？或是谁陪你们走过低谷呢？我是一个吸毒的成瘾者，我目前在牧恩之家戒断毒瘾的更生人。我在毒瘾当中的捆绑有30年之久。我在20岁那个时候，美好的青春岁月当中就沉沦在毒海当中。然后我21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服刑，之后就多次进出监狱，总共服刑的时间有19年8个多月，然后我一直到现在30年过去了，我今年50几岁，然后过去的30年，在监狱外面的11年当中，也都是不断的吸毒、贩毒，然后把自己的人生一直在反复在悔恨当中。不好意思。然后现在，然后当初我现在回首看过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生活搞成这样子。然后我是家中的独子，在父母百般的疼爱当中，然后从小就没有把金钱的观念放在心里面。爱交朋友、挥金如土的过去，日子也就过得随性而无所谓。尤其吸毒上瘾之后，花钱更是如流水。我在母亲的疼爱当中予取予求，然后在监狱中又很得人缘，在监狱中的花费也是一直都是花费，然后家人的疼爱的生活态度，一直到我觉得说，反正我在年轻到30年之间，都不断的重复在这个毒瘾的生活，毒瘾，然后被关出来，然后又被关，一直到我的父母离开人世了，我才惊觉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人疼惜的人，疼惜的受刑人。然后家里面的经济也在我吸毒的过程当中花费殆尽。然后前年的今天，我还在监狱当中。那在监狱当中，我就像迷失方向的旅者一样的无助。我向上帝祈求，我向基督哭诉，然后就在我开始尝试着用祷告去抚平我心里面的不安的时候，真的突然间有一个真实的声音出现在我的心里面。那个声音坚定地告诉我说：“孩子，你回来，向着我走来，就必得救赎。”因为我24岁的时候我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基督的信念或者信仰放在心里面，就这样子浑浑噩噩的过了30年。然后一直到前一次服刑的时候，我突然间感受到了基督的爱，这是很真实的。因为这30年走过来，我不断的悖逆，然后他那句话，突然解开了我生命中的捆绑。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像基督那么靠近过。然后当我在回首看我过去的生命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经历那19年8个月的受刑，没有经历那贩毒、吸毒、通缉、跑路的日子的话，没有经历过那些生离死别那些痛苦的话，我不会回首，完全的转向基督。然后今天在我
转向基督的同时，我也是非常的高兴，他用主耶稣基督用了再一次接纳我这个破碎的生命，让我能够重新的再改变。然后这些日子以来，我不断的感谢基督俯听我的祷告，在耶稣安排之下，又是何等奇妙！透过牧者，透过社工，透过思潮跟主任引领我，一直带领我到牧恩之家。然后牧恩之家就是平路以勒家园。我是进来之后才知道说，平路以勒就是圣经上雅各与上帝摔跤的地方。我也真实的在这里，真实的经历到了基督。因为我在刚去戒治的时候，也是一天到晚都想要出去，然后在那边挣扎，反复的挣扎。但是呢，我在牧恩之家见到了我心里面的基督，在信仰上真实的感受到基督的爱，因为弟兄的陪伴、牧者的鼓励。然后我在毒品的死荫之谷中走了30年，撒旦捆绑的每一天，现在我看来都是上帝的祝福。然后我也感谢来自主的痛苦试炼，过去的痛苦成为我今后面向主的祝福。然后我现在依然是无法靠我自己的力量去摆脱毒品，但是靠着主的爱，我现在还是在努力当中。因为基督信仰的大能，让我有更强大的信心来抵挡撒旦恶魔的诱惑。这是基督所赐新生命的再一次的机会，所以我正努力的把握住，正努力的学习着。我盼望能够将毒品摆脱之后，更进一步的来参加牧恩的培训中心，能够装备自己。然后我也期盼自己能够将我往后的生命在改变之中，来再回头陪伴我的弟兄，陪伴那些戒瘾者。因为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想说再回到监狱，但是我不是再去回监狱去关，而是回到监狱去将那些想要改变却不知道怎么改变的人，将下一个苏建平拉出来。这是我的目前想要做的目标。然后我也正一步一步的远离了毒品。那现在弟兄看到我的样子，也就是我在远离的当中。然后希望在场弟兄姐妹们给予鼓励，让我们牧恩之家的弟兄都能够摆脱过去的罪，战胜毒瘾，摆脱过去的捆绑。愿上帝的基督的爱伴随着各位弟兄姐妹，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建平弟兄哈，他说他想要再回到监狱哈，但是呢，不是进去被迫进去哈，是能够去见证也让人可以看见哈，这个是一条有盼望的路来认识耶稣哈。那以下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分享来回应这一首诗歌呢它叫做救赎的恩典，讲到一个被毒品所捆绑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他走出来，靠着主走出来，他要做什么事呢？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生命最终，生命多。
谢谢弟兄，请回座。这首诗歌是从新加坡传来，那他是从一个过来人一个吸毒者，他生命的过程的一个经历，他把它写成这样的一首诗歌讲到说黑暗中所以我们的弟兄都曾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黑暗生命的过程那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刚刚建平弟兄呢，他讲到他30年那其实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监牢里头度过。那我们过去一个同工，他分享到他的生命大部分就是在监狱。那在监狱里头呢，身体恢复了，然后出去再吸毒，没有办法吸那么久，因为身体很快又坏掉，然后又被抓，又进去，然后就这样反反复复。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如果照这样的循环下去，它的结局就是死，不是在监狱里头死，就是在毒品里头死，那是很没有盼望。但是因着主耶稣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循环。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的弟兄他们看见了主耶稣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今天我们要用这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1到13节，讲到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祷告文，这当中这隐含什么意义？愿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恩待我们，主使不叫我们在过去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沉沦，主使我们也能够脱离过去那样的境况。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来引领我们，也使我们晓得主我们
要如何来信靠你，来依靠你，主，以至于我们可以让人看见主，你就是那生命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愿神也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一段经文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主耶稣他祷告之后呢，他的门徒对他说：“主啊，就是老师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就像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来教导他的学生祷告一样。”那主就对他说：“你们可以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主祷文。但是呢，门徒他们想要的是说，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可以说出祷告词吗？耶稣要告诉他们不是，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是：你相信吗？在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达人秀那达人秀呢，特别是这个在英国的这个达人秀里头，他曾经有邀请过一个表演者一个高空弹跳的表演者他表演了一个很高惊险的动作，他就是爬到那个钢管上面，那个钢管大概有4层楼高。当他爬到钢管最顶端的时候，他在那里表演吞剑表演吞剑。这个剑呢吞下去之后，他是先表演吞剑，然后爬杆爬上去，那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动作。结果他整个头朝下身体朝上，他整个是倒立过来，然后呢从高空这样坠落，在最后到达地面之前呢，紧急的停住，他用他的双手双脚来夹住这个杆子停在将要接近地面的时候，仅差大概5公分。所有的人现场都不敢看，因为这个太容易发生危险。后来主持人访问他，这个老师访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难道你不害怕吗？”他说：“这个我已经练习过千百次，我对自己有信心。”这个人非常的有自信，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仍然会有一个疑问：在哪天他如果一不小心，是不是会发生一个危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这里就可以先告诉我们，问我们这样一件事情：你相信吗？你相信的是什么？当门徒遇到这样的疑问的时候，主耶稣回答他们：你们要这样祷告。什么样的祷告呢？就是主祷文。这主祷文我们如果把它分成3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主祷文，我们所祈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求上帝荣耀他自己，求上帝所荣的，就是他的国临到这地上，愿人尊他的名，愿他的国降临。以及第2个部分，我们祈求什么呢？祈求神所赏赐的，而且是天天赏赐的，我们日用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以及第三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求上帝赦免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主耶稣难道是要告诉他们一个标准的祷告词吗？主耶稣要告诉他们，不是我们不祷告，不是门徒不会祷告，是门徒你们相信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不是门徒不会祷告上帝，而是主耶稣要让他们晓得相信的如何垂听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把祷告词讲好，还是我们把祷告词想好？都不是，是心中相信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主祷文里头，我们先来看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祈求神来完成什么事情呢？其实这三件事情都是上帝自己来完成，而且先完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他人都尊他的名，愿他的国在我们的地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祈求上帝的恩典临到神的国，不是像这地上的政权，而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的那样的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主。第二个呢，讲到上帝所赐的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也就是上帝赏赐我们日日够用的饮食，够用的恩典，而且是天天的。这个天天的赏赐是我们最难相信，因为我们会以为神有时会休息，神有时会看不见，但是呢，这样的祈求是叫我们相信什么？相信上帝是天天供应我们的主。那第三个呢，讲到说上帝是赦免我们罪的上帝，不是因为我们赦免的人，所以神才因着我们的赦免，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来喜悦我们。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说，门徒他们所要祈求的可能是一个祷告词，但是主要告诉他们的不是祷告词，是你们的相信是什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来看到，在这样的问题当中，主就告诉他们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他半夜去找他的朋友，然后请求他给他3个饼，因为他家中来的朋友他没有东西可以招待他，请求他给他饼。然后这个被请求的人呢，他说我已经睡了，我跟我孩子都已经上床了，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耶稣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是讲到这个人他尽管半夜被打扰，他不想为这个朋友做事情，但是呢，因着这个人他迫切的需要，迫切的祈求，最终还是给他了。这个让我们很难理解如果这个给的人是上帝的话，上帝是对我们这么不耐烦吗？是要睡觉的神吗？当然耶稣讲的不是
这个，他不是在讲神的形象是一个这样的形象，或者是一个按着自己喜好的。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这当中，神不会因为对象是谁，不是因着人身份的问题来决定要不要给。第二个呢，也讲到说，是因着人的需要，因为这个人言辞迫切的请求，他就给了他。因着这个人的需要，不是这个人他有没有礼貌这样的问题。他如果有礼貌，他就不会在夜间在人休息的时候还去打扰人，他就怎么样？那我明天再来。耶稣讲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他用一个常人看不出来、很难理解，怎么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那第三个呢，讲到说，更不是因为这一个要招待他的朋友的这个人，言辞迫切的人，他本身是一个好人，还是怎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好行为，或者是他喜欢接待远客，都跟这些没有关系。上帝垂听给人的祷告，也跟这些都没有关系。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情，上帝说你做得不错，我可以垂听你的祷告，我可以按着你所祈求的给你。如果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就像主祷文里头一样，神要给你，神愿意给，愿意赦免我，愿意天天供应我，你相信吗？神也要荣耀他自己。所以在这里，这个图告诉我们说，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讲到说，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是停留在说这些法利赛人对人的教导里头，你们要做好事情，以至于上帝才会垂听你们的祷告。而且呢，你们要祷告要怎么样呢？要祷告讲什么话呢？讲得很清楚。耶稣看见人把这祷告这件事情，把它设了很多门槛，以至于人对上帝看不见上帝，忘记神是什么样的神。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最后，主耶稣他讲到这样的这个主人的应答呢，他表示了什么？耶稣讲了是3个，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愿意给儿女给他好的那何况是在天上的父呢？岂不是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个让我们可以看见说，耶稣要讲到说，天父上帝按着什么样的标准来接受人的祈求？他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他的就会寻见，向他叩门的，他就给他开门。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很窝心的事情。说神从不拒绝人。如果我们知道说神确实的知道说神从不误事，也从不吝惜，
也从不会拒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不是人所设定的那样的神。在箴言第3章第5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前方的道路。”这就讲到人对神有一个认定，有一个相信，也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说天父上帝，他不是因着你的身份，不是因着你的好行为才决定听不听祷告，给不给，愿不愿意。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最后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件事情。主耶稣他要告诉门徒这件事情，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做过父亲的，因为他讲到说，求饼反而给他石头，求鱼反而给他蛇，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这3件事情是在以色列当中是常常看得到的。因为呢，石头跟饼很像，在以色列当中有一种蛇，它卷起来就像鱼一样所以呢，这3样东西呢，都是他们生活当中看得到的。他们很清楚知道，虽然2个很像，但是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做父亲的不会去给不好的东西，何况是天父上帝。告诉他们，天父上帝是将更好的要给他的儿女。更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将圣灵给求他的人。由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也了解说，这正是我们要认识的天父上帝。耶稣也一直在告诉门徒，告诉众人说，天国是长什么样呢？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这样嘛。最后我们要从希伯来书来看见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若不是有信，神就不喜悦。在这个彼得前书里头是说，他如果后退，上帝就不喜欢。讲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看见是在于我们是不是信靠他，是不是相信他。他看见人的内心，看见人的心。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是信有神的，是有信靠神的人，到上帝面前来，当然要信靠，是相信上帝，是相信上帝，所以上帝知道他的心，并且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他就赏赐给他。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他不是只有在那里，他上帝面前来，他说他是寻求他的人，他是寻求他的儿女，他的百姓。因为上帝也带领我们，我们是不是从这个
主导文里头，的确神也让我们从这个主导文里头看见上帝他对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样样的好处，在于我们无时无刻每天的信靠他。愿神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谢谢恩主，你赐下这样的信心。主，有时候我们信心不足，我们无法相信神就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主，你仍然在那里。主，并非你不在，而是我们以为你不在。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主，我们在这样疫情当中，主，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以为我们只有靠自己。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相信主你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主，你要施行那奇妙的作为，也帮助我们在我们信靠你的事情上面。主，我们是多而又多，帮助我们晓得主你对我们的慈爱永不改变。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带领我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谢谢牧恩之家的弟兄他们的生命见证，以及陈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我们愿主赐福陈牧师在牧恩之家的服事，同时呢，我们也甚愿牧恩之家弟兄，在牧恩之家这边跟黑暗的势力奋斗，借着向神的祈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能够摆脱罪的辖制。也求主天天充满主的喜乐与平安。我们是不是请牧恩之家弟兄姐妹再起立，我们欢迎他们。谢谢，请坐。现在请我们一起起立，一同以回应诗歌、赞美、回应。我们先来看金句。今天的金句，路加福音11章第13节，我们一起来。圣姐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再一次13节，你们虽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13节。现在我们一起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今天的回应诗歌在新灵粮诗简242首，爱拯救我。最深刻。
坐下。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奉献，请实现同工到前面来。我们也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那因为疫情稍趋缓和，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直播跟实体崇拜同步进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完一遍之后，我们可以起立，一起来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因着基督。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享主爱的面前，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给弟兄姐妹一起问安。好，请坐。今天教会有一些事工跟肢体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圣灵降临第7主日，那我们也欢迎实体跟线上聚会的朋友，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我们今天也感谢牧恩之家的团队，在我们荣光堂第2堂这边来分享，也愿神祝福牧恩之家团队的事工，也请弟兄姐妹为牧恩之家关心跟祷告。最近教会会友跟布道部门，已经有录制小组聚会灵修的一些的影片，以及后续甚至包括一些教育培训，还包括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相关的这些的活动，我们尽量想办法可以把它做成视频，那放在网站上面，可以让我们的会友，即使因为疫情不方便，也能够在家里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聚会灵修。那最近呢，我们所录制的这些的内容呢，会在近期之内上线。也请弟兄姐妹关心，并且为录播的过程来祷告。那因为这个录播的过程，我们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是在策划的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是实体的录制。实体的录制呢，现在目前我们在4楼上面有直播的录制，我们在底下这个地方也有录播的这个录制。那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由我负责的这一个教会会友跟布道的这个部门来负责的。是呢，因为最近有文藻大学的实习生洪彩妮，那彩妮呢是我们前维我们教会的弟兄倪前维的同学到我们教会来实习前维那这一次的这些整个视频的录制呢，就是由我们一起来共同制作跟完成的我们再一次谢谢他们。那彩妮的实习是到这个月底就告一段落。那我们也很希望弟兄姐妹后续，因为我们要延续来继续的制作这一些的内容。那其中就有一个是包括我们牧师每一个星期会有一次的在5分钟之内的短视频、短信息，可以跟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分享。那像这个录制之后，还有做后制，就是要帮忙上字幕、做标题这些的动作。那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来帮忙完成这些视频的制作。那因为疫情的缓解，教会周四的祷告会在7月份将实体跟线上我们是并行的举行。那教会呢各小组跟成人主日学的活动，因为每一个小组状况不一样，所以呢由小组长决定是否开放为线上或者是实体的进行那主日崇拜台语堂跟国语堂以实体跟线上直播崇拜并行但是呢到我们现场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呢，还是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来就座，并且呢我们也为整体的教会的防疫措施相关的这些的情形要祷告。那因为呢线上的直播崇拜进行并行这样子的方式呢，弟兄姐妹如果有一般的奉献或者是感动特定的11奉献，也可以利用周间交由办公室或是转账来奉献。转账奉献请填写姓名因为在整个会计流程上面要去追踪，所以呢麻烦大家填写姓名。荣光堂的姐妹筹备小组将会在8月6号上午10点钟，我们会举办全教会的姐妹线上的总聚。那欢迎全教会的姐妹们参加线上的会议。近期呢，我们会公布上线的方法。同时呢，期待已久，蔡牧师将在8月10号会开新旧约的圣经中览课程。这个新旧约的圣经中览是红本门徒的预备课程，也欢迎预备上红本门徒课程，还有愿意复习新旧约概念的弟兄姐妹可以报名参加。课本的费用是340元，请向教会的干事来报名。同时呢，教会的外展事工的部分呢，在制服艺人学院7月份已经恢复上课。参加上课的学员呢，
一定要做好防疫的准备。也请为课程的顺利跟学员的健康来祷告。教会呢，在2022年的读经计划、爱读经计划里面，请参照研经释义进度来阅读但以理书以及何西阿书，为会友的灵修生命增长来代祷。同时呢，我们教会今年升大学还有高中考生，我们要为他一起来祷告。在大学的部分，有赵正优、汪瑞恒、尤伯仁；那在高中的部分有荀生、廖荀生，以及以下几位是高普考参加这些考试的：洪如新、林佳慧、许宣芳、陈文流，也为他们参加高普考的考试来代祷。同时呢，学生们现在暑假期间生活作息的规划，还有外出的旅游出入平安，我们也为他来祷告。那这一段时间呢，疫情的缓解，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自身的防范，也为确诊的家庭跟弟兄姐妹的身体治疗还有恢复来祷告。同时也为施打3、4剂的会友，还有5到11岁的儿童施打疫苗，在施打当中能够有平安，施打之后身体能够有良好的抵抗力来祷告。好，以下有一些的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包括德强，脚踝骨折，周雄老师治疗之后身体的恢复，许林华、赵淑云、薛雅文，英兰姐妹，还有艾琳姐妹术后的复原，还有黄秋、黄丸子、孙妈妈的身体的疗养，还有刘世文的听力，徐红、淑妃申请外佣的顺利，为以上所有的这些长者跟会友弟兄姐妹的健康来代祷。好，我们一起起立，3一颂。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牧恩之家有预备一些的他们所做的手工艺术品，那也摆在楼下的地方。那我们等一下会后弟兄姐妹如果有关心或是为他们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那我们也可以去来参考他们的这些的作品，让我们能够为这些机构或是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友会，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赏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爱上帝、爱人，并且能够将爱心推展出去，并且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帮助这些在困境跟患难当中的人，使他们得帮助、得祝福，给我们有信心和力量，能够一同来奔走天路。愿你恩待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我们在殿乐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也请弟兄姐妹为牧恩之家的事工以及今天在周报上面的相关事项来祷告。